即马厝是愈来愈贵，民众买厝立贷款的时间嘛愈久愈长。内政部就公布去年第4季全国新买的厝爱立贷款平均爱立24.75年，这是创下历史新高。全台厝价真悬，未少人想要买厝真无简单，除了爱考虑到期款以外，贷款的压力也是真沉重。现在薪水普遍不高啊，要付那个房贷，其实还是蛮吃力的。我觉得要有5比较好，这样扣一扣，然后加上存款，然后加上生活费是比较够的。内政部发布去年第4季全国增加的主体贷款平均还款期限又长到297期，来到14.75年，佫创新高。台北市、台中市甲新竹市也创上长纪录，其中台北市第一摆超过300期，差不多15年；台中市、新竹市也拢超过15年，行政期限上长，依然是新竹县的26.16年。背后的关键是房价太高，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所得没有增加。当越延长，其实背后的你要负担的钱，其实利滚利，其实你要负担的更多。我们的租赏并不好嘛，所以你没有其他选择了。为协助第一摆买厝的人，部分银行推出40年期房贷，甲20年比起来，一个月付的本息只有60%，不过为避免承担伤过悬的风险，银行拢有借款人的限制，亲像新贷的人年费厝是起几年，地区职业身份。结果内容年限定，拢关系到房贷上长应贷几年。假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族群，那银行放30年，它大概就没有太大的一些疑虑。同时，对于不动产标的物它的一个保值性地段也会去进行评估。像是新竹地区，它可能园区客的比例很高，它就很愿意借到30年起，给予很好的一个贷款的条件。网众认为，央行已经连续5摆升利息，互交房贷的人是真有感觉。若是40岁才买厝的人，无提前还款计划，可能会交到退休。所以建议手头若无低风险、稳定报酬的投资工具，应选择提前还部分房贷本金，应降低每个月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